肝炎可能會引起纖維組織增加，久而久之變成肝硬化，再惡化就係肝癌。肝硬化嘅警號係虛弱易攰、消化不良同埋體重下降，跟住就會眼黃面黃。要知道係咪不幸患有肝硬化，甚至係肝癌，就一定要靠檢查。嗱，肝炎最驚就係肝硬化同埋呢個肝癌啦。肝癌如果你早期揾到咧，就可以手術切除啦。咁所以篩選都好重要嘅。咁依家最好嘅篩選嘅方法又係咩咧？肝癌最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冇病徵嘅，尤其是早期肝癌真係完全唔痛、唔攰、唔會冇胃口、唔會瘦。所以咧，肝癌係一定要定期篩查，而唔可以等到唔舒服先去揾。乙型肝炎更加特別，就因為乙型肝炎嘅基因咧，會匿咗去人嘅肝基因裏邊，而導致某啲突變，亦都有導致肝癌嘅風險。所以我提議乙型肝炎嘅病人咧，就算冇肝硬化如果年紀大啲，可能30歲以後啊，或者屋企人有乙型肝炎導致嘅肝癌啊，都應該做篩查。